好，咱续接吼。顶回读到5月15内底吼，1643年5月15内底，即创业半年的伫咧淡水遮写的日志吼。读到即半年内底，写到2月20吼。好，继续。2月20即暗落真侪雨嘛有风，但是天光了后就出日。不哩个也阁有风哦，暗时嘛是共款的天气，今仔日无代志。2月22早起好天有晴朗的日头吼，阳光啦吼。一个六股社的酋长名叫做加加林吼，来到厝地再来100支竹啊，并且答应讲伫咧最近会甲存落来的竹啊，拢载过来。讲已经铺足侪竹啊，吼。暗时依然是好天。2月23早起无风，寒冷的天气吼。卡塔就社的酋长以及酋长贝纳的2个居民来到厝地，再来50支竹啊！这个竹啊，我为什么拢变调就变毋对？竹啊啦吼，竹，对。变管音吼，竹啊，安尼竹啊，对。为厝来种上因一寡薰草，暗时有微风。即两天讲了2个社吼，一个六股社，一个卡达州社吼。等下再来看这2个社。2月24早起有晴朗的阳光吼，日头啦。卡达有社，佮第二个社，但即个社无注脚。卡达有社酋长即日载60支竹啊来到遮，讲因现在必须要报警吼，报警了后就会载搁较侪竹啊来，种上伊2叶半的即个空眼布，甲一寡薰草了后，因就离开航往上游去。暗时好天，好，因讲了3个社，咱来看者吼。注脚3到4节。芭比，你若有入来了出一个声诶吼，因为我拢敢若看袂着人。39是六股社台客，可能伫淡水河流血，淡水河边就对啦。卡达就社又搁写做卡达哟，卡迪啊，就是塔哟吼，塔哟社。好，3到4节。2月25早起好天，酋长贝纳的后生载30支竹啊，含一寡新鲜的食物来到厝地，一部分送互中尉，一部分含士兵交易。为此，阁送伊一寡薰草，伊就离开。规工有温暖的天气。2月26早起寒冷乌阴的天气，到暗时变成又阁寒又阁落蒙蒙雨的天气。今仔日无特别的事。2月27早暗落透大风，有时落雨，早起出日，暗时真冷。今仔日无特别的事。2月28风甲天气悠然像昨昏。翻译员瓦迪来甲阮讲，另外一个翻译员巴老问几个主要居民讲，因是毋是真做荷兰人啊？正是伊对迄寡野蛮人含阮拥有的友谊以及革命大嫉妒吼。伊是一个歹人，爱留伊即个人，爱说你即个人吼。叫做啥？翻译员巴老吼，别无特别的事。3月初一对早起开始，规工拢是特别的好的天气，有温暖的日头。
暗时开始透大风，像要落雨。今仔日无特别的事。3月初二寒冷的阴天，酋长 Ben 该同因2个后生和几个居民坐几只艋舺载20支竹仔来遮。伊带了一面青红旗，中尉问伊讲为虾米无载搁较侪竹仔来？伊讲因咧无用伫咧田咧保种豆仔吼。中尉就回答讲，因既然就会当来遮护迄个蛋菜吼，就会当载竹仔来啊。可见因并无遵行阮的命令，因此就命令因搁去载竹仔来吼。啊，若无就毋准去护迄个蛋菜吼。答应因吼，载竹仔来就会互因礼物。中尉问伊讲，敢有炸番薯或者是其他新鲜的食物去过人互士兵？因讲有，并且问伊讲，当时爱搁载竹仔来。回答讲3工以后，所以就送因所以因就送一寡新鲜的食物互阮，并且和士兵交易了后，阮就送一寡薰草互因，因就离开，航往上游去。暗时天气袂歹。3月初3早起有晴朗的日头，阮到城堡外面安置真侪卡刺机关吼。今仔日无特别的事。暗时好天有西风。3月初是对早甲暗规工拢咧落雨，今仔日无特别的事。3月初5早暗继续咧落雨，今仔日嘛规工落雨。3月初6早起也是有风有雨的变化，无定的天气。所伫迄个河药土库漏水吼，积水3尺悬，必须日夜注意，用桶甲水扬出来，因为继续咧落雨吼。暗时嘛是共款的天。3月初7早起也是继续歹天气，但是下晡就较好啊。武陵湾社的酋长名叫做塔古的，载80支竹仔来遮，因此呢，赠送伊一寡薰草，因送一寡新鲜的食物互阮，就去和士兵交易，然后离开。暗时天气由原相像。3月初8早起好天，阁有100支竹仔，奉黎族社的酋长Ben的命令再来取缔。今仔日日夜拢是好天。3月9号早暗和透早拢落毛雨，但是日时就好天啊。Ben的后生和其他居民来阮遮讲，因伫咧海边已经甲迄个淡菜好势啊吼。中尉就对因讲，安尼真好。即个淡菜台语毋知安怎讲吼，但是必须要再来搁较侪的竹仔，伊就答应遵行，所以就互因一寡薰草，因就离开。暗时开始透大风。3月10号早起有晴朗的日头。中尉和我带领20个人，坐2只舢板和1只艋舺到位吼，上岸去为公司的工作去铺竹仔。3月10日非常好的天气。情变调要哪变啊？刀啊，刀变刀啊，柑变柑啊，丢变丢啊。所以是照17323安尼变，所以竹变竹啊 ，OK 好，咱就来读竹啊啦吼，我迄种迄条拢学袂读毋着去。3月10日非常好的天气，对即条河流的对岸有几个重要的居民来到此地。炸马萨考含其他物件啦，马萨考吼，马萨考酒啦吼，讲马西吼，就是一个马西考酒吼。
一部分赠送予蒋奇官村的含士兵交易，为此赠送因一寡薰草，也请因啉阿拉酒，然后就离开。因讲还阁要过来含队长讲话。3月12日继续好天，翻译员巴老来见蒋奇官吼，巴老就进前迄个我伫警告吼，讲即个人爱较注意。请求予伊对内面来观察即个城堡，就是要求要入去参观啦吼。请求3遍拢甲伊讨时吼。伊早真侪马赛克酒来吼，马赛克，所以显然是要来灌醉阮的士兵的吼。因此呢，蒋奇官特别严令禁止士兵吼，任何人拢不得交易即个马赛克吼，为令遮处死。所以大家拢遵行，即个歹人巴老就士兵爱讨一寡薰草，得袂着就威胁讲，以后还阁会来找因算账吼。所以就真即个鲁莽，登去即个西纳社吼，真粗鲁啦吼。阮着对伊一点仔拢无信任，因为伊伫咧所做一切代志顶头拢显示伊是一个背叛者吼，如同伫咧即个日记顶进前已经讲过诶遐尼清楚吼。暗时也是好天，中尉和上务员坐艋舺转来到即个城堡，这以后无偌久，迄2只三板还阁有3只竹牌啊，再来约800支竹啊。是因伫个树林内底铺的吼，真水，是为着公司的目的，要建造一个石河房，以及要伫个城堡下面来为商务员建造房屋。但是拢无听到一句无欢喜的话，迄寡来因遐的居民，就和平常相款吼，非常的亲切。去看过迄座流黄山。迄是值得去看吼，因为伫咧30个无同的所在吼，你群架吼，有大大细细的即个坑啦吼，大大细细的坑，温度悬到迄附近的土地拢是烧的吼，流黄山啦吼，北投迄边的吼，也算啥所在吼，地热谷啊。阮着甲即个石头弹入去内底吼，着喷出风甲火焰吼，大部分的时间拢咧庆烟，楼对遐的迄条河流，因为迄个继续的即个火吼含烟吼，所以迄个河水非常的烧到阮的骹拢袂当踏入去水里吼，要渡过迄条河吼，要绕过迄条河吼，拢必须要踏石头过去吼，等等。即嘛敢若无遮严重诶吼，毋知其实我捌去过吼。3月13日早起天气相当诶好天吼，相当晴朗。翻译员巴老含伊诶7兄弟来到厝地吼，又过来啊。伊迄个7兄弟看起来是像是好人吼，但是另外一个都无偌侪德行吼，因此呢，中尉就算骂伊是背叛者吼，并且讲阴暗或者是明仔载，若是有船对台湾带长官阁下批信来吼，伊会当甲伊送去台湾，迄时伊就非死不可吼。应该是讲会当甲即个巴老送去台湾吼，因为伊所属所有的居民起来反抗阮吼，违反伊以前所讲要甲阮完全友好吼、忠实来往的承诺等等，煞接一点来举出伊所做的代志和所讲的话，对此伊一概否认。嘛无承认有意安尼做吼，或者是安尼讲，继续顽强否认，一直到伊的7兄弟用因的话语来甲伊讲，确实有像中尉所讲的代志。伊则讲，若是伊有做了迄寡代志吼，请原谅伊，并且讲，伊如果再有
搁再有即种举动，阮会当扑伊的头，并且真坚决来承诺，伊必将真谨慎来为阮工作。阮就甲伊讲，阮要先来看伊对即寡恶行改变了如何，再来做决定，就叫伊走。但是伊个结拜兄弟，因为伊会谦卑，讲出所有伊所做的代志，阮就赠送伊一寡薰草。今仔日酋长塔古伊和波纳，该同其他2个头目甲3个重要的居民，以及另外25个人前来处地，炸3只拍死的细只猪啊，就3只死的猪啊，来即个城堡要卖互阮的士兵。后来查明讲，迄3只猪是阮的，所以就甲因讲，即因为即代志会触发因，所以因就祈求和平啦，承诺讲袂阁发生即种代志，并且愿凡事来服侍阮，所以呢，就赠送因每一个人一寡7光的印花布甲薰草，并且请因啉一寡阿拉酒。然后因就真满意来离开。下晡乌阴天，并且开始透大风，一直到暗暝啊。3月14早暗透大风，早起又还是透风规工乌阴阁真冷。暗时啊落大雨。3月15早起落雨的天，风渐渐停息，但是下晡一直到暗暝啊，风势又阁开始增强。3月16早起乌阴天又阁落毛毛啊雨，后来开始流啊好天。要暗啊，翻译完巴拉和伊的即8兄弟以及另外一个居民又阁来到遮炸4只鸡来送互中尉，用来请求宽恕伊所犯的过错。中尉回答伊讲，毋免安尼做，只要有一粒正直的心，阮就会比收到鸡啦、猪啦，搁较欢喜。希望即个巴老捌即个道理，因此伊搁再一次请求原谅，所以就对伊讲，如果再犯即寡代志，阮就要甲伊吊死，或者是等入去河里去淹死，因为伫伊甲阮和好以前，所有重要的居民拢无愿意看到伊，因为伊已经认错。如上所述，并且谦卑请求原谅，所以即道阮就原谅伊。不过严厉警告伊讲，如果再有一点对公司不利的企图，安尼伊就会非常后悔来死。一切拢爱看伊的表现如何来拟定。伊就真满意，就含伊的同伴转去先仔社。暗时天气袂歹，有微风。3月17早暗天气变化不定，又风又雨又寒冷。早起一直到阴暗，又还是天气安尼天气。入夜风透甲搁较大，并且落大雨。3月18早起天气略啊好转。有4个酋长变纳合的重要居民辖下的重要居民合的重要居民，坐一只艋舺来到厝地就是有4个变纳伊的即个族民坐4只艋舺来到遮，再来40支竹啊。以及上述变纳所送来要赠送予中尉的一罐姜、一篮番薯和一罐墨西烤酒阮就回送伊一张被甲薰草，甲伊封起来，并且想要派迄个带被要去归人交互梅乌尔 Hendrik 哈罗西阁下和迄边的议会士兵詹兰姆勒坐即寡居民的艋舺同齐出发，阮赠送迄寡居民4 L 的空间布、一寡薰草，并且请因啉一寡阿拉酒了后，因虽然对此真满意，却讲伫即段时间袂当互阮的人含因做共款的船这是违反因的法律的，因为即嘛是
报警的即个时阵吼，报警丢啊的时阵吼，所以呢，阮就回答讲，任由因决定，因就伫咧中昼离开。迄时虽然讲无落雨，但是非常的阴暗，因如此继续到暗暝。3月19日早起温和的阴天。翻译员瓦迪来此地报告讲，巴老已经请伊原谅对伊所做的过错，就对阮讲一寡关系。翻译员瓦迪的白贼话，迄只敢若是出自嫉妒，因为阮信任即个翻译员，比信任迄个巴老搁较侪吼。伊其实伫咧各方面嘛是真忠实，并且觉察袂出讲伊有何异样啦吼。下晡巴老嘛来阮遮吼，为着要来和阮做工，但是伫咧所以中尉就派伊去甲细只猪仔甲饲互大吼，互伊会当搁生拖较侪啦吼。将来会为此来支付代价互伊，伊答应要遵行了后，就转去西那社。暗时啊，天气犹原像上述的天气，就是温和啦。温和的乌阴天。3月20日早暗恬静无风，一直到早起拢是好天，如此继续规工。翻译员巴老又搁来此地，你念讲伊的啥网架去用摕走吼？问中尉敢有看到？回答讲，若是安尼，迄只网架应该伫车会当找到，但是并无看到，并且甲伊讲，伊必须要实践对阮的承诺，所以就离开。上午伫遮看到，哇，天狗食日，伫台湾看到天狗食日吼，真安尼看吼。3月20日，1643年3月20日吼，非常奇异，就敢若像伫咧历史内底所描绘安尼吼，历史的。历史啦吼，阴历阳历迄个历吼，那敢若伫历史内底所描绘安尼。中昼巴老搁来即个城堡炸一条鱼来，伊讲是用钱写着的吼。阮着伊说着写了后，伊就离开啊。暗时啊，天气甲日头落去的时阵上款好吼。3月2日。早起是无风又搁温和的天气，一直到日暝拢是即种天。今仔日无值得记载的事。3月22日早暗到今仔日早起天气都和昨昏相像。早起简南姆的对规人炸一张哈尔西阁下吼，和迄边的议会所写互我的一张批转来，也规只一个网架对武力员社来到此地，是遐的酋长A嫂所派来。再来300支竹啊，即寡呢是中尉规定因再来数量的无数尔吼。中尉就赠送因一寡薰草，因就非常欢喜离开。迄两个含詹拉姆的同齐来的野蛮人，就赠送因2下半的空眼布甲一寡薰草了后，就也离开咯。今仔日一直到暗暝啊，天气拢真翕热乌阴。3月23日早起有大雾吼，伫台湾3月应该是就开始准备要烧热啊，就是春天到啊吼。进前落雨落到安尼个落差要几个月吼，佫足冷安尼吼。3月23日早起有雾有大雾，但是以后一直到暗时拢是晴朗的好天。上午，翻译员巴老带领几个居民来到此地，哇，真巴结吼！因遵照阮的命令，早42速停吼，停啦，藤蔓吼，停来。即寡呢，阮就支付代价互因，真满意。暗时也是好天，3月24好天。对早暗继续到今仔早起，但是早起开始对北边透强风，暗时风停落来变成好天。3月25早暗到今仔日早起落雨透风，但是早起变好天，一直到暗时拢是好天。今仔日无特别的事。3月26早起乌阴天，但是天光了后就有晴朗的阳光。
日头啦吼，是一个无风四息的天。今仔日中尉派士兵将南姆尔去先纳社，伊捌伫遐看到金包里的翻译员 Francisco， 所以要去甲伊带来即个城堡问伊，为何迄寡居民对金包里逃走，有啥物理由互因逃走等等。但是呢，当伊看到一寡即个士兵随着要逃走吼，因为阮咧约讲伊是主要叛徒之一的吼。伊以前来处队的时阵，阮也阁好好交代过伊吼，但是伊却无好好来报答阮吼，遵行伊的诺言。因此呢，派上司将拉姆尔去命令翻译员瓦迪奇以中尉的名义来甲即个 Francisco 讲吼，伊一定做了真歹的代志吼。如果伊是无辜，就爱来处队，或者是去归人申诉伊的无辜。伊答应讲会甲迄个翻译员 Francisco 讲。因为这是命令瓦迪奇吼，伊讲伊会甲 Francisco 讲，迄个士兵就搁转来城堡，暗时犹原是好天。3月27犹原是继续好天，一直到早起天光无风。天光了，约了4点钟，阮就看见2只篷船伫迄个湾夹附近吼，是湾斜啦吼，伊是安尼写吼，是来自台湾的吼。互即个城堡的人大为兴奋吼，真欢喜啊吼！中昼开始对北方透微风，继续吹到暗时啊。迄时中尉 Jerry Smith 坐一只舢板来到处队吼，即个中尉毋是即个淡水的安东尼奥写的中尉吼，安东尼奥写的中尉叫做 Pedro 吼，即个叫做 Smith 坐一只舢板来到处队，讲伊的篷船停泊伫港外海上，载着一队士兵。伫另外一只篷船顶嘛载着一队士兵，每一队有75个人。队长本坐伫迄只起炮船顶头，起炮毋知啥物船吼，无注脚。Simon Cornelis 坐迄只领港船，船顶也有中尉佩多的某甲囡仔吼，随后就会来。而中尉 Paulus Strauss 对台湾出航以后，因为恶劣的天气来下面分散。如果讲因是6天前对台湾出发，目标是要尽量较紧前往归人。哎呀，对老李我无看。田中遐有甲我分享油啊，第7条免变调，鸡啊、蚵啊、油啊、叶啊等等呢变调几尺，我靠乱的，我拢真正毋知影。2、3、4拢变第1声，1、5、7、8拢变第7声。第7甲第1是悬度。所以像笛是第4声嘛，变第1声。悬变悬声啦吼。阳入声的韵母 PTK 要留的，阴入声韵母 H 吼，甲一般变调8变3、4变2，共款无去。就是即种用入声的韵母就留的，但是阴入声就会无去。就是本来是入声变成无入声就对了。孔雀含，好，马术是孔雀含吼，蛋菜啦，孔雀含啦吼，歹势是孔雀含。好，田中遐真感谢，真正是感谢，这我真正袂晓。其实这阿情变调遮尔复杂，我实在毋知要安怎记吼。
知影就直接读啦吼。啊，像即个笛啊吼，笛啊吼，其实拢捌听过。我要去较早嘛是拢有时啊，就两种讲法拢有吼。好 ，OK。咱转来第几只吼？3个礼拜，3个要结束啊吼，就是搁剩2个月啦吼。这夹伫咧这5月15即天内底夹半冬的日子吼，搁剩2个月。3月27，游玩是继续好天，一直到早起天光无风。天光了后，约4点钟，阮看见2只螃船伫迄个湾夹附近，是来自台湾的。这拄则读过。3个礼拜，早起好天，因此呢，螃船 Gold Hoop 号含迄只领港船伫中岛入来到即个城堡头前，讹落上帝。但是另外一只螃船趁着顺风航往归人去吼。顶一天有讲，因这主要目的是要经归人吼。因此，恁以为讲英案应该已经到归人啦。若无，阮着要派一个信车吼，一个送批，甲已经准备好的收报批信吼，送去互迄只螃船早去归人。因为天气遮尔恶劣吼，要派士兵将拉姆尔或者是找居民对即个骨溜的道路送批去归人，实在是真困难吼。但是因为毫无疑问吼，就是毋免犹豫吼，迄只螃船应该已经到归人了，所以阮就甲即寡批信保留踮遮。Simon Cornelis 甲阮讲，队长本还阁伫咧后面吼，伫咧规个行程中，敢若看到伊一时啊尔吼。暗时天继续好天，有微风对西南方吹过来吼，适合航往归人。3月29。昨昏天气相当好吼，早起也是遮尔好，因此呢，早起 Simon Cornelis 坐迄只大领港船，中尉 Julian Smith 坐迄只 Gold Hoop 号吼，离开遮航往归人。阮的目枪叫做 Gilles James Van Amsterdam， 也坐迄只领港船，同齐前往归人，是遵照长官 Maximilien Lemaille阁下命令吼，要爱伊去同齐去金矿遐去斗相共吼。中岛开始对北方透强风，因此呢，迄只领港船和螃船拢拄着季风。即嘛看见迄只加帕尔船吼出现伫海上，伊的航行方向指往北方，但是约了伫咧中岛内即个港外的海上停泊，因为是海水特调吼，又阁有风影，所以袂当入来。而北方继续咧增强，因此迄只领港船和螃船 Good Hoop 也陆续吼转来到迄个北边的湾夹遐停。即只螃船的前桅杆落来吼，暗时啊恬静无风。3月30号，昨暗迄只领港船和迄只螃船入港来遮修理桅杆，这是阮早起所看到。今仔日是无风晴朗的好天，队长本就坐一只船对迄只Kelbar船吼，这毋知啥物船吼，航来即个城堡登陆，处地议会展示，并且宣读伊奉命要来解除对长官 Portenius 的誓约。暂时由议长 Maximilien Lemaille 退代伊的地位的委任书了后呢，就先命令官员解除对上述 Portenius 的誓约，然后宣誓承认上述Lemaille 阁下从今以后为此地吼，就是淡水即只Formosa 岛的议长，毋是干那 Formosa 岛啦吼 ，Formosa 岛西南沿海归人甲附近地区的议长，
愿意忠实来完全服从伊等等。煞接嘛承认临时队长皮特本是奉在台湾的长官阁下之令，带领2队士兵要前往金矿的最高指挥官。这个认可仪式，因拢真郑重来举行。伫大家拢宣誓了后，所有这个城堡里的大炮拢发射鸣炮，士兵鸣枪三响。夜间有北方真侪居民走来观看，因为因听到发射的声音。3月31号早起天气还好，因此该队长就坐迄只领工船出发前往归人。离迄只Kuiper 船伫个明仔载该当胖船古迪富普号倒后前往归人，但是下晡天气忽然间变化风雨大作，因此呢只好再一次入港。伫个要暗仔来到即个城堡头前，落天又有强风又搁寒冷。过来是4月，哇，4月逐工拢写袂少大部分拢真长所以4月读足久诶，无逐工啦，是足侪工拢足长诶4月初一，早暗天气倒变，今仔早起大雾，严重到春手不见秋载今仔日调换翻译员我伫和巴老来。要派因当中的一个，或者是迄个7兄弟同齐去金矿遐，以便去解读地图上所写日文或者是西班牙文，甚至是带因同齐去伫问路或者是交谈上，互阮会当搁较容易明白。但是因大来讨时讲，因对迄个情形无清楚，请求互因来含阮留踮咧厝地。愿意做一切阮命令因所做的代志，命令因做的代志，但是对上述的行程完全无意愿也袂当有所作为等等。但是阮用武力威胁因同齐去，甚至队长本着亲自伫阮面头前威胁因爱做斗阵去，认为讲与其用好话劝行，不如互因因为惊来就范就是用劝的、用讲的，不如用威胁的但是因回答讲，因袂当去假使讲阮随便扑因的头，因嘛是无爱去所以大声提口阮完全看出因非常毋肯前往金矿的情形。因表明讲爱踮咧厝地完全顺服阮的善意，因此呢，阮就取消要早规个居民同行的即个想法，互因和平来离开。因为如同谚语所讲，谚语啦谚语所讲，带不情愿的狗掠袂着土啊可能荷兰有即个谚语讲带迄寡毋情毋愿的狗你是免想要掠着土啊所以阮无应该互居民，特别是阮必须要大瓦靠的即寡翻译员，互因无欢喜来离开。若无因就真容易来引发战争，或者是互居民逃走。而即嘛又搁已经是阮的好朋友完全无丢毒逐工炸新鲜的食物等等的物件来即个城堡互阮嘛即张的要暗仔天气转好因此队长本就坐迄只领工船，该当迄只胖船要出发前往归人。有月光，并且命令迄只 Kuiper 船明仔载大阴的时阵呢，爱滚倒前往归人，所以就甲阮识别咯。好，这是4月初一，讲遮长嘛无啦，就是毋是敢若2纸3纸啦4月初2，早起好天透东风，因此迄只Kuiper 船呢，就用旁准备出航，但是无偌久风变做
反方就是倒柄的方向吼，所以又搁甲定又搁拍落去吼，无法度出航吼。翻译完巴老含伊的结拜兄弟来遮吼，阮犹搁试咧说互因来做即只库尔伯船同齐去，但也是含张相像的反应。将旗官 Hans Ottens 嘛亲自来听着看着吼，伊转去见队长的本的时阵，就会当伊报告即个情形，也会当伊表示意见，讲上好莫强迫因吼，伫无意愿或者是真无欢喜的情形之下，同齐去出征。今仔日日时含暗时拢变甲完全恬静无风，而且温和。毛少王社的酋长来处队吼，中尉真严肃来命令伊爱伫4天内来停征因的土地互阮，并且爱再得下来。因着回答讲，因即嘛当日报情丢啊吼，所以毋敢来停征土地，因为惊讲安尼做，因的偶像会来毁坏，来毁坏即个丢啊吼，互丢啊无法度通成长。所以，着停征土地的代志，爱等3个月后，阮着甲因讲，若4天内毋来停征因的土地吼，阮着要甲因的村舍以及舍里一切物件拢总放好烧掉吼。所以，迄个酋长着命令伊的属民爱遵命照办吼。暗时啊，迄只库尔伯船停泊伫即个河流出口的所在。完全无风。4月初3早起天气也无改变，因此迄只库尔伯船还阁停泊伫个河口。酋长本来不再带7只艋舺来处队，但是敢若阮载来50支竹啊，因此呢，中尉就对伊真反感，命令伊讲，还阁爱转去载竹啊来。爱用10只艋舺，每一只爱载50支，合计是500支竹下来。伫因履行要遵行阮的命令的承诺以前，无允准因去海边啊，去互迄个空速含蚵仔。因即嘛就是爱去，因即嘛若是要去互迄个空速含蚵仔吼。就是讲因即嘛本来就是要去啦，结果阮禁止因去吼。因为竹仔载伤少啦，因此呢，本也开始去求吼，祈求啦吼。因此，本也开始吼要求，并且骂伊寡居民吼。虽然讲了几次，讲爱安尼载啦吼，因就是毋听话啦吼，才会安尼变成结果安尼吼。所以呢，特别命令迄个要令特别命令。迄寡野蛮人爱遵行阮的命令吼，若无着要攻击伊，因此伊着派2只艋舺转去上游，并且中尉来去祈求吼，允准伊载另外5只艋舺去互迄个空速함伊会真紧来甲即个竹仔载过来吼，甲竹仔载过来吼。所以就允准因安尼做。下晡迄只库尔伯船吼驶出海上，但是一直到暗时拢无风，而温和的天气。4月初4，昨暗完全无风，今仔日开始透东风，但是天光了后又搁恬静无风了。翻译员巴老带伊的某囝吼，带伊的某、伊的阿姊和2个结拜姊妹要来看中尉的某囝。下晡，毛少王社的酋长名叫做 Belemok， 在该栋4个居民也来处队，载一寡新鲜的食物甲马赛烤酒来赠送，并且来停征因的土地。为此呢，阮着赠送伊一袋卡提起全布啦吼，一寡薰草，并且请因啉一寡阿拉酒，甲因讲。爱服从一切阮所爱因做诶代志，而且全国爱甲即个毛少王社附近诶村社酋长转告吼，必须爱伫咧做军前来处队，伊拢答应讲会照办。
暗时啊，阁有几个居民来，其中有上述翻译员巴老和伊的同伴第二次前来，中为赠送因一寡七光印花布。完全无风，中士 Junker 载350支竹啊转来，是阮士兵家己去扑的。4月初5早起晴朗的天气，透南风，阮看见海上一只篷船经过即个河流，航往归人。你要讲就是保罗斯 Strauss 所做的另外迄只篷船，要去队长本遐吼。酋长本也无带领28只艋舺载40支竹仔来，为着要赠送伊和伊的3个后生一寡七光印花布。一寡金箔和一寡铃，铃就是bell，互因非常的满意。去板弹社的酋长三马哥，以及为伫即条河流对岸的卡雷卡扫社的酋长 Perenoch 和居民人拢来处队，所以命令因爱摕果子树来填净因的土地。因答应会照办。因早来一寡马赛克和一只龟角啊，为此就互因一寡铃、一寡金箔、3个小的和一个大的螺仔，一寡散开的漩涡，一寡七光印花布的一寡薰草，并且请因啉一寡阿拉酒。问即寡人讲，其他村社酋长为虾米拢无同齐来看阮？阮已经要爱因转告因讲，爱来填净因的土地，填净因的土地。回答讲，酋长 Toredora 个性啊，所以别人去用船来接替伊的地位了后。伊会解动几个居民来阮遮，随后用阮的舢板甲上述的三马哥甲 Perenoch 送过即条河流对岸，因为因无船只，因阁有载一面青龙旗。今仔日一直到暗时拢是好天。好。4月初6，站小可透风，早起有大雾今仔日天光了后有北风温和的天气，一直到暗时今仔日无特别的事。4月初7，站天雨透大风，一直到今仔早起才停止非常的寒冷，无值得记载的事。哇，到4月阁非常的寒冷。台湾5月就已经热天就要到非常的寒冷，无值得记载的事。4月初8，今仔日规工拢是风雨不定而且寒冷的天气。今仔士兵 Hansgau 解动2个炮手甲3个西那中队归人经过着路。来到处队西那人吧。早美乌尔哈鲁西国下含迄边的议会一张批来，爱阮甲阮的舢板送去遐，以便出征金矿的时阵会当早起使用等等。今仔日规工歹天。4月初9。站一直到今仔日早起规工站一直到今仔日规工拢是风雨不定的天气。虽然迄只舢板为着要送去归人来出航，但是因为风影太大，所以真紧又阁转来。暗时风影开始小可平静落来。4月10号，有较长一丝4月10号较长，咱来看。4月10号站入夜了后呢，约了7点钟，
天气真好，又搁顺风，因此上水只三班就伫夜间出航。再有2个水手、3个新仔人和士兵汉斯高，阮就交一张配互即个士兵炸起梅乌尔哈罗西，并且互伊当作炸阮的日记甲奖旗杆。Jacob Byers 主炮手和中士 Hans Adrians 签名迄个关系着巴老翻译员巴老的证明物件草本，以及士兵 Hendrik Simons van Utrecht 的恶劣的行为和对抗中士 Hans Adrians 的证据，甲判决的草本。等等呢，去互梅乌尔哈罗西，但是下晡上水寡人对又搁陆陆续续转来了。报告讲，因为外海风影非常的大，不得不转来。因已经来到迄个第3个湾夹，但是呢，迄只舢板已经被海影拍甲内底全水啊！咁要破入去，因此呢，为着要避免。去达着交接保全因的性命，也爱保全迄只舢板，因必须爱靠岸遐的野蛮人来帮助因，表现出甲因对阮真大友谊，甲迄只舢板拖到陆地上来。迄个所在距离此处2里，互迄寡水手留踮遐了后。如续咱个头前所讲的因着对陆路前来即个城堡，因此阮又搁写一张关的即个代志，会批互梅乌尔哈罗西。上水迄寡人伫个中昼，就对此地前往先仔写。阮派士兵将兰姆埃尔当作去，因为士兵汉斯盖尔为着要搁较有把握去到过人要求派阮平常的信息3个当作去过人。上述即个詹拉姆咧，伫暗暝仔转来，甲阮讲，3个将会含迄6个人前往过人。夜间伫即个城堡里发生火灾蒋旗官的厝甲迄个营房，以及广南人的厝、炮手的厝，甲迄寡主炮手。厝拢去互火烧歹去所幸呢，就是梦成保庇火势无搁延烧落去，因为厝顶所有的茅草拢真紧被扭落来，用水和沙甲火扑灭落花啦而且加在风对东南风来风力无介强。若无规个城堡拢有被全部会有迄个互火烧掉的危险原上的保庇公司和阮免遭火灾，火灾也是阮伫个即个城堡上大的敌人。约莫4点钟了后，就开始透强风，会当看见万能的上帝确实保庇了即个城堡和城堡里的人。阿免。嘿，对我想着讲。即马台湾即马咧做风台大家即马应该拢伫厝好，4月11我都无爱读读到4月10号就好。好，今仔日咱来读到遮啦好，安尼我要来关房感谢各位。